根据现时的天光片，现上车的家家的蔬菜，骨头就团开，抓爱开刀。请问二线，那是大沙果咧？和单纯打砂锅比起来，开刀卖得很较紧好。过来，我人卖含骨壳费劲，暂个甲现做进一步的改善。现提每一摆鲜米片的焦点，建议亲做必定。我人建议是恐怖暂开刀，爱从现代日马开始卖鲜米片，接落来我人爱搁做一道开刀前前的基本检查。请问开刀前前爱恐怖急救咧？调烧爱8点钟。所以也爱8点钟才无种开刀，是毋是？是，除了确认紧急的情形，普通我认为建议恐怖了后开刀，认为有一条病人打麻醉过清不吐，也会增加风险。了解。请问手术了后跪下恢复空间的几率有几个咧？假使手术过清顺利，身体的功能不总恢复得真好，尤其是长显癌的少年人，我人过来无像骨科二线做铺费劲，爱入院大叫你咧？就现这种情形，普通要待3日到5日。不过，我爱头甲现讲的是，二线不过是自律人，用片千可一家用心哦。落力二线，很好，我先甲迄手肺检查，也就得太帮哦。好，我会甲迄小兔，要就这条切。好啊，那迄也就要加疑问，要怎个问二线？但迄片入院手手蛋，像现开平院门口会倒手咧，开太片入院。落力线，我哋慢去去偏入院。但迄人偏好入院的手手，流动平房护理开太，要通知我人，是要让凸显去平房迄群。罗拉hen